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透过这2段经文，要一起学习一个主题，叫做人生赛道奔向标杆。那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赛道，赛道的意思就是说你奔跑的方向啊，你的目标，这个标杆在什么？我们要透过这2段经文一起来学习。好，那经文等一下我们会复习，我们要从一个最近非常热门的故事开始哈。迎向人生的标杆是什么呢？我们在8月11号刚刚我们巴黎奥运会落幕，那大家可能很多人喜欢运动的，都还留在那个热情哈，在很多的激情当中，特别我们台湾不错哈，得了2面金牌了哈，还有几面铜牌。那大家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很多的激励跟启发。不过牧师要讲的是，刚好在100年前的巴黎奥运会，那是不是很特别的时段哈？在1924年，当时的巴黎举办了第8届夏季奥运会。那这个奥运会已经100年，有什么故事好说呢？这个故事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角。这个运动会后来出现在一部电影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就知道，大概跟牧师同年纪了哈。是在1981年，可能还有很多人没出生哈。有一部非常出名的电影叫做《火战车》，很激励人心那个电影还得到奥斯卡奖。隔年的1982，那个主角叫李戴尔。当时的电影他可能不是基督徒啦哈，在翻译他就把它翻成艾丽吕道，就是按照了英文来翻译的名称这样子。那这个故事有什么值得我们100年后来讲呢？这个为上帝而跑的人，这个主角叫李戴尔，他是1902年到1945年，那中文名字叫李艾瑞，或是李戴尔，都是跟他的英文名字有一点翻译的味道。那这个人呢是苏格兰人，那已经经过了好几十年了。突然间有一个英国的制片家，他在翻阅那个巴黎奥运的一些故事当中，看到这个人李戴尔，他说这个故事真的很激励人心呢，所以他就把它筹拍成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火战车。那这个李戴尔他的名字很有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台湾第一位宣教师叫马雅各，对不对？他马雅各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你看一下他的英文名字叫 Maxwell， 就是我们常常在广告上看的麦斯威尔咖啡的麦斯威尔，但是大家没有人叫他麦斯威尔，就知道叫马雅各，用那个马当成他的一个第一个姓所以我们这边也有马教授，姓马的那雅各当然就是用他的名字了James 雅各。那个巴克里也一样，巴克里他是他的英文名字叫做巴克里用这样的翻译。那这个都是属于他们都是苏格兰人，而且有的是从格拉斯哥大学，那这个李戴尔是从爱丁堡大学毕业的。那很有趣这个苏格兰人还有英国的很多宣教会，他们都是在东亚宣教，在中国在台湾都有他们宣教的足迹那这个巴黎奥运冠军怎么跟这个宣教师有关呢？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这个李戴尔，他出生在中国宣教师的家庭，就是说他还没有得奥运冠军，他其实是出生在中国，在天津这个就是北方这个乡村，他的爸爸在那边传福音。出生之后，等到就学的年龄，他就被送回到英国去读书。没想到他有很棒的运动天赋，哇！他的球类打得很好。有一位田径的老师说：“哇，这个人他的脚力很快耶！”所以就把他安排了训练那个短跑，练100公尺。好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边。他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100年前，他得到了400公尺的金牌。那我们不是说他是100公尺的强将吗？为什么会跑400公尺？那故事就是在这边。不过更让人家感动的是，1925年隔年他才得奥运冠军，
他就到天津，他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接续了他父亲的任务，宣教的棒子来传福音。但是没想到，经过20年，在1945年，在2次大战还没结束，他已经被关在当时的山东潍县的一个日本的集中营。在2年多之后，他过世了。那个故事，直到《火战车》这部电影拍出来，人家才知道说，哎，有这个人。然后，这个火战车他只拍他得金牌的故事，后段的故事，又有人把它拍成一部电影。那可能我们台湾可能没有注意到那种播放哈，在2016年，在大概是8年前，有一个香港的导演，他在把它拍后段。第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第二部电影叫什么？叫《终极胜利》。那我们要请同工，我们在那个档案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影片哈，有人专门为介绍100年前的这个李戴尔来，有没有点位大家播放一下？这个李戴尔呢，他当时参加本来是100公尺得金牌的最大希望，但为什么他会改跑400呢？我们看这段影片。巴黎奥运冠军，生死在中国。7月26日，巴黎奥运火热开赛。恰好100年前的巴黎同样举办奥运，100米飞人大赛最热门的夺标人选李艾瑞，不顾英国王室的劝说，临阵退赛，因为100米预赛被安排在主日举行，有悖于他的信仰。他改跑并不擅长的400米和200米，训练的变化和媒体的指责让他身心疲惫。这时，按摩师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被这句古老经文激励的李艾瑞勇夺1金1铜，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他的故事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烈火战车》，获得4项奥斯卡大奖。或许你不知道的是，李艾瑞是第1位生于中国、死于中国的奥运冠军。他的父亲为了传递好消息，从苏格兰来到中国，他就出生在天津。奥运会后，他放弃了英国的大好前途，回到中国奔赴人生第2赛程。他培养的学生，有的留学英国，有的代表中国出征奥运。后来，他辞去稳定的教职，子承父业，深入北方农村，服侍贫苦的农民。2战爆发后，他被关押在日军设立的山东潍县集中营，与他牧养的人一同受苦。3年囚禁期间，他照顾最弱的老人和孩子，用数天的盼望安慰狱友。他把那双珍贵的、记着金牌荣誉的跑鞋送给一个普通的中国少年，因为天冷了，孩子还赤着脚。英国首相丘吉尔把他列在交换战俘名单的第1位，他却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完全顺服，是他在集中营因病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年仅43岁的李艾瑞葬于河北石家庄。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巴黎奥运赛场上独特的跑姿，高昂着头，他满脸喜乐，眼睛甚至不看跑道，好像盯着天上的标杆，为永恒尽情奔跑。好，谢谢。这个短短的影片哈，如果看过《火战车》或是看过他的传记，牧师这边有一本中文的翻译叫李戴尔这一本书哈这个传记。那刚刚结尾的时候那段音乐跟牧师有同样年纪的人知道，那个诗歌非常感动人。记得牧师跟谢牧师那个时候还是神学生，还没毕业。我觉得这个影片多少影响到牧师一生服侍的一种心智。虽然
没有办法像李代尔这样的一个全然的一个觉知现身，但是时时在激励着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神学院的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他的故事，就把它剪贴起来、收集起来，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就在你的面前，当成你的典范。那这个图片都是这个李代尔也好，李艾瑞也好，他这个历史的照片在1924年，这些都是然后他的一个座右铭就是说：“上帝给我飞快的双腿，是叫我在跑步中荣耀他。”他在中国的北方成长，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什么教育的训练，但是他就是神给他特别有奔跑、赛跑的恩赐，所以当他回去英国读书，他就开始在他的运动展现非常棒的天赋后来他们的教练看到说，这个人可以来训练短跑。那我们知道全世界所有的竞赛当中，100公尺就是好像这一种人类最高的极致，因为那个速度没有再比100公尺跑的速度更快的了。当然跑20、30那个是不用讲，但用100来当一个界限，人类所能冲破的那个速度，有时候0点几秒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这本书的这个书影这也有人画了一个比较漫画型的就是他的当时的海报当时的海报。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这个李代尔的故事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波折啦？有2个大波折。第一个波折就是他本来就是奥运100公尺金牌的，应该是囊中之物，但是碰巧，当他看到那个比赛表的时候，竟然那一天是礼拜天，就像现在这个时间。从他的信仰，我们当然也可以来研究说他可能他的信仰很保守嘛，怎么样？但是我们只能说敬佩他，他就为了守这个信仰，礼拜天我就是要守安息日，我要做礼拜，我要敬拜神，其他的荣耀我都不要，所以他就真的跟他们的领队说，我要放弃这个100公尺的比赛。你看，在那种高度的竞争，大家能够得金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再怎么劝说，他就说对不起，这违背了我的信仰，所以他就放弃了。还出动了当时英国的王子来跟他劝说，说好像一两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而且这个荣耀也是为神荣耀得冠军也不错但他说不行，因为违背了我的信仰，所以他就放弃了。英国只好派别人来参加。不过更有趣的是，当时可能赛制没有像现在那么严谨而且他们的赛期蛮长的所以他们的主办就是他们的代表队就帮他报名说要不然你改来跑200公尺跟400公尺。我想对运动有理解的人跑100、200不是一样吗？不是那个要最顶尖的比赛，就很困难去改变你的速度你的呼吸你的配速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参加个有交代就好嘛200、400，但没想到在那个高度的压力之下，他改跑200、400，200公尺得到了铜牌，然后400公尺有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因为本来就是最强棒，就美国的一个选手，他在初赛的时候就已经打破纪录了，大家都不看好，因为你这李代尔怎么那么搞怪这干嘛他就没有看好他。但他在压力当中，他竟然不只是得冠军、得金牌，而且还打破世界纪录。然后这个风光的故事而且曲折的故事，成为英国的大英雄，苏格兰最受欢迎的这个运动员。我们知道得奥运金牌，刚刚我们台湾才庆祝过我们今年的巴黎奥运，我们的李阳王麒麟林玉婷他们得到2面金牌，你看多么风光英雄人物他们实质奖励多少？国光奖章还有奖金2000万，而且听说
他们的市长还加码，有的300万，有的500万。那这实质金钱之外哈，听说更大的收益是代言呐、哇，有人要请林立婷来拍广告啦，王启林、李阳啊，到处去受人家邀请当贵宾呐，这些更多收获就不简单。好了，这个是一个奥运选手应得的，我们也觉得很荣耀，对不对？你看得冠军唱国旗歌的时候，他都流眼泪。这个李阳在出去比赛之前呢，曾经到台北的行道会接受按手祷告，曾经也出了一点风波啦，就说那这个是祷告才得胜吗？我想这个个人的信仰我们也觉得他有被按手祝福也是很好的事情。这位李阳本身他的才质让人家不看好，但是他讲了一段他的励志的金句，他说：“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得到希望。”这是他的人生座右铭，所以他能够从那个体格啦、各种运动的不是最强的当中，他整个这个逆争上游就是得到冠军。他还讲说，他把自己做好了，相信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你看，这个林立婷也是在很多性别的争论当中，他就安静他的心，一路打到冠军打到金牌。好，那你看这些奥运选手回来，你看在台湾，在我们的台北的公馆路，哇，就像英雄一样这样在游行，接受大家的欢呼，他们把它称为英雄谷。我们都知道，在世界顶尖的运动选手当中，很多参加人士说，我能够上到这个舞台就是无上的荣耀，更何况是得牌，而且是得金牌。好，那这些荣耀当中，我们就来对比这位100年前得冠军的李戴尔。他在1925年，就是隔年还那个风光的热情还在国家的时候，他就悄悄的离开了他的故乡，来到中国天津来当宣教师。他起先他是读应该是读科学的读这个理工的，所以他就当老师。后来他就受安立成为牧师。我们需要看见说，一位得冠军的选手，而且是那么受欢迎的选手，他能够看淡这一切世间的荣耀，然后他舍下奥运金牌、苏格兰最受欢迎运动员的光环，他有一个更强、更大、更吸引他的一个冠冕，就是上帝的大使命。我们能够在什么竞赛、什么比赛得冠军，我们就觉得已经是非常荣耀了。但是他把这个最高的荣耀放下来，就到天津去参加这个宣教。更让人家不舍的是，他在那边一共20年的时间。1945年，对不起，是写错了1945年2次大战结束前，他才43岁，等于他一半的时间，寿命的一半是在读大学，大学前的荣耀，但是后来的时间就是陪着中国当时的农村，当时的百姓传福音，照顾他们，而且就在不久你知道，1925年他就是经历到第1次大战，然后第2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当他在服侍过程当中，就我们看到8年抗战的故事就在他身上出现，而且北方很早就被日本占领了，然后就是活在那个压力之下。后来太平洋战争发生，我们知道就是2个联盟就打起来了嘛，所以日本就把英国、把美国当成敌人。所以把这一群当时在那边宣教师也好，在那边工作的，或是他们的租界，都全部把它集中起来在战俘营里面。而且李戴尔他先把他的妻子儿女送到英国去，送到加拿大去避难，但他不愿意离开，他真的要陪伴这一群跟他一起同甘共苦的人。
那就这样的故事。没想到在他43岁的时候，在集中营当中，因为没有好的卫生，没有好的健康，没有好的营养，他又为这一群战俘服侍，没想到就生病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年轻，而且是奥运冠军的选手，他竟然生病，后来就死在战俘营里面。不久就战争就结束了。他很不舍哈，很多人帮忙扶棺呢，要为他安葬。后来他葬在河北那个地方，在那个我们都知道，战后不久就国民政府就迁来台湾了嘛。那中国共产党他们又不信神啊，但是竟然这位李戴尔他的墓没有被破坏，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人格者，一个对中国有贡献的人，所以他们后来又帮他重新一个纪念碑。这个李戴尔纪念碑特别在上面还刻了一段经文，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的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在共产的社会里面，能够公然刻上经文的，那是不简单。因为他真的是让所有当时的百姓很大的一个感动哈。好，那我们从他的故事，我们来回照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为什么这个李戴尔他有这样的心智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让我们同样学习到一个更高的价值，让他看到世间如浮云呐，看到世间的一切荣耀不把它当成他唯一追求的。保罗在腓立比13章7到8节、12到14节有这几段教导，这是我们常熟的圣经。我们再一次对照李戴尔的人生哈。第一个，为了基督的缘故，保罗说他一向认为有盈利的，现在把这些看作亏损。我们是要做一个理解哈，不是说当作亏损什么都不在我身边，不像古代有很多这个修道士哈，他们真的就按照字面上的解释，全部把它移除掉。他们跑到沙漠去，跑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资源的一个旷野来做修道，他们就按照这个文字写。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的意思是比较平常的啦，就是原先你最看重的世间的财富也好，名声也好，你现在把它看淡了，不是唯一你的追求了。你觉得拥有跟没有拥有其实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态度哈。第二个，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耶稣基督高过一切世间的财富，所以他为了我损失，应该是丢弃了一切，当作垃圾，为要赢得基督。这是保罗他的一个奉献的心志。第三个，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我，不是他自己去争取而是他领受到耶稣基督赢得他，让他死心塌地或是甘心乐意为主来牺牲，因为他得到那个至大的恩典，拯救的恩典，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所以他才说，这不是说我已经成功了或已经完全了，我继续奔跑，只为求得那奖赏。换句话说，这个奖赏不是马上临手就拿到的，是我一生努力要去追求的，一生在我的道路上，我的工作，我的服事，我的态度，都是为了得着那个奖赏。所以整个一生的生命就是为得着这个奖赏而努力，不是一时的，好像得冠军了回来就那个奖赏就已经得到了，不是，是一生的道路。第四，他不认为已经得着了奖赏，他说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追求前面的事。第13节，换句话说，他讲的追求，因为耶稣已经得着我，他是追求永恒的追求，而不是一个段落就结束了。所以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虽然他在宣教，很多地方的教会被他建立了，但他仍然觉得这是他一生要走的道路。第五个，他最高的奖赏是这个，他说要得着属天新生命的奖赏。属天新生命，他为了得着奖赏，向目标奔跑，
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呼召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用李代尔的故事来做印证。李代尔真的有保罗的一个心智哈，所以弟兄姐妹，寻求人生赛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跑在这个赛道上，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有的后跑，有的先跑，但是这个标杆，你到底你的目标心向什么？什么是你最高的价值？什么是最高的冠冕？李代尔的标杆，他就像保罗一样，要将福音传到未传之地。有几件他的故事可以来印证这一个部分。第一个，他发现他有运动的天赋，打球打得很好，赛跑跑得很快，但他说，上帝赐给他天赋，他是应该首先要荣耀神。所以当他遇到礼拜天要做比赛的时候，他觉得他荣耀神优先，国家的荣耀先放在下面。所以国王、王子那些官员劝说，他就觉得不为所动，连国家的荣耀他也觉得不能高过神。我想这个态度真的让人家，我们如果平常人觉得匪夷所思，对不对？但是他把这个看作是最重要的，不能改变的。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自己人生的价值，觉得那个价值你不可能为了它来打折。也因为人有这样的价值存在，所以你的动力就一直在，因为你觉得那个就是你追求的。所以这个价值不是一个虚幻的价值是在驱使你的生命去得到它，然后你的生命力、你的智慧、你的信心、耐心就这样发挥出来。我想参加奥运的选手也大概类似有这样的心智。第二个，他不轻忽所得的恩赐。他自己提起说，这段话是在提摩太前书4章4节。他每次奋力奔跑，都感受到上帝的喜悦，都要借着跑步来荣耀上帝。换句话说，他把他的天赋他的恩赐、他的能力看成是荣耀上帝的。弟兄姐妹，你有不同的恩赐吧？你可能有科学的恩赐，你有医疗的恩赐，你有科学或是艺术，或是很多很多治理的恩赐。你如果把它当成说，我在做件事情是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不只是服侍人群我是在荣耀神。你看做这种工作多么快乐但你如果说我们台语一句话说，做几行万几行再怎么做都觉得不快乐，那你就觉得很难过勉强是为了肚子为了五斗米，那会觉得很难过。但是这一位赛跑的选手，他是为了上帝而跑。第三个，这个故事刚刚我们看到在影片短片一闪而过牧师再解说一下。他改跑400公尺，那个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事情了。总是比如说你要改跑不同的那个公尺呢，那总是要练个2、3个月嘛，他是隔几天就要跑的。所以他当时听说，他非常的紧张。第二个，你知道人如果不放松，整个肌肉会发炎就很崩。那你说这个不是我的强项，还要跑，那怎么办？当他在非常沮丧又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的按摩就是那个运动医学的那个陪伴者传了一张纸条给他。这张纸条就写了撒母耳上记上的2章30节，他这句话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他突然间，他整个压力都消失了。他知道说，他能够先尊重神，所以他也觉得神要跟他同在，所以他又改了他的心智了。他带着荣耀上帝的目标出现在跑道上。那个电影在报道这位李代尔的时候，他说他在跑的时候好像很快乐，好像很欢乐，而且头痒痒的，好像看天。他跑得很快乐，他就得冠军这样子。他改跑400公尺，在重大压力之下，这段经文大大的鼓舞了他的斗志，不止得冠军，而且打破纪录。他知道不是他在跑，是神看重他，尊重他。
要让他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奇妙的故事哈，而且是在同样一个奥运的场合当中，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所以李代尔后来现身传福音，而且到死，我们看到他一生所要争取的，就是上帝的特大奖。固然奥运的金牌是多么的荣耀，但是他认为他能够为了投身中国的宣教，放弃奥运的光环。我们发现到说，李代尔他的生命中真正奔跑的不是在运动场上，而是在中国的宣教。不同的赛道，不同的目标，李代尔跑了这一条路，而且跑到一条孤单的道路，服侍人群的道路，传福音的道路。他在最后要过世前，他讲了一句话，说完全顺服。即使在那么苦难当中，在集中营饮食、卫生、健康都不是那么好的当中，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退缩，而且甚至呢，他把原来可以先释放的，因为当时的首相丘吉尔觉得这个人太重要了，所以就跟对方在讲交换战俘的时候，说这个是优先的，拜托这个李代尔先办。但是这个李代尔竟然说，我不能离开，他把他这个权利让给别人。他在集中营当中一直在安慰这一群受苦的百姓同胞，所以他就常常唱这一首诗歌，在我们的圣诗里面叫做614首，叫做《我灵平静》，成为他集中营当中最喜爱的诗歌。等一下我要讲我们的诗情来谈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当时的心境。不过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是的，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目标，我们的高中生上大学了，要升国中了，升高中了，你人生目标一定会选。我期待我们人生有很崇高的目标，但是神给你的更高的标杆是什么？其实你可以同时拥有的，但是你愿意跨越，把你的价值观、上帝给你的人生标杆超越世间所追求的，这是无比荣耀的标杆。这一个圣诗非常出名哦，因为他是芬兰的这一个作曲家西贝流士所写的《我灵平静》。我们请音乐可以等一下先弹一下哈，有没有圣诗610首？抱歉没有，先告诉你，弹一下单音就可以哈。我要练一下经文，这个歌词，他说：“我灵平静，安稳在主意下，忍耐背负忧伤痛苦十架，照主所爱，听他命令安排，世事多变，我主信实永在。我灵平静，经历荆棘坎坷，救主耶稣赏赐平安喜乐。”我们在这个音乐之下，如果有人会唱，可以跟牧师一起唱，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一个回应哈。我灵平静，安稳在主意下，忍耐背负忧伤痛苦十架，照主所爱，听他命令安排，世事多变，若主心事永在。我灵平静，虽历荆棘坎坷，耶稣我主，丧失喜乐安宁。
是的，这首诗歌成为李戴尔在集中营当中一个支撑的力量，直到死，他说完全顺服。他在集中营当中我们知道在中国北方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机构叫做内地会，那个时候戴德生的孙子也被关在里面，然后他后来在做见证说，他亲身看见李戴尔那种完全的释放、完全的喜乐平安，给他很大很大的激励。这个就是后来成为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叫戴绍曾。他小时候也被关在那边。神的恩典，藉由许多美好的见证留给我们。是的，我们的一生才几十年，怎么样追求一个至高的人生标杆，是神动工才有办法。人的能力，只要臣服在神的恩典之下，你必要看见这个人生的赛道，神给你的标杆。我们要先来做祷告，之后我们有2个节目。第一个，我们要请我们的婉丽姐妹来做见证；再来就是一个医治的祷告。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我期待大家一起来经历神的医治，所以大家在等一下医治祷告时间可以到前面来，也请我们同工长老还有代祷团队小组长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一生的经历可能不同，但是主给我们新生命的应许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吕戴尔这位宣教师，他舍弃了奥运的光环，愿意走在追求永恒生命的道路冠冕上。主啊，我们人生有不同的追求，但主啊，就让我们在追求属世的一个荣耀当中，也把传福音、为主见证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因为这个是天上永恒的价值，没有办法替换的。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些典范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学习。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从你来的能力，勇敢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